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人讲，人爱亲像咧跳舞，两个人汤干蜜滴，黏贴贴，唔肯分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黏老盐黏第五条。黏就是用膏或者是胶，互两项物件相接。咱讲像两张纸甲伊黏起来。嘛当讲是形容物件有黏性，像讲这款的膏啊足黏，咱嘛当讲一个物件黏黏。若是形容物件黏个骨，会当讲是黏黏骨骨。有黏性的胶质，咱讲是黏胶；形容正高的接，咱讲是黏炉。另外，甲物件黏做伙，就是甲伊黏条咧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黏土，意思就是有黏性的土，这是做花仔主要的原料。第二个词读做黏贴贴，这是形容物件足黏，卖当讲是黏黏相相、黏黏咧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俗语咧讲，翁仔某裤大甲小黏，小小过一世人。阿明叔啊，因这对翁仔某已经做加加40外冬，两个人较搭也是亲像黏土同款，黏贴贴。一个去倒位，另外一个就对前对后，感情较搭，汤干蜜甜，互人足新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黏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